第三届500碗名单昨已经公布了，这是一项针对台湾在地点心的评选机制。这届拢总有462间店入选，其中得到上侪评审甲伊的店有5间，这彰化县就占2间。一粒一粒形状特别肉圆浸伫大鼎内底煎，加开 QQ 外皮，内底是竹笋甲猪肉，佮配合提侪酱汁，互人是流脆烂。中华宝岛的肉圆尖是有名在地美食点心。那日本第三届全台小吃500碗，佮得到上悬荣誉的3碗，拜日透早都真侪人。这非常怀念的好滋味，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阿公就常常带我们来吃。工作边啊，这间超食。在地拢介绍这间。彰化的肉圆都是圆的，然后我们它就是一颗圆圆的、大大的。我们这种是比较属于三角形的肉圆，然后有手痕的。在彰化市的北门口肉圆，共款得到3碗。彰化一摆有2间小吃得到500碗，最高认据，唔但点头欢喜，彰化人也感觉真强好。这摆全台小吃500碗名单内底得到3碗，也佫有台南客家小港米粉、宜兰花莲的桥头臭豆腐，也佫新北的朱记飞鸡鸡。它是非常大块，而且厚度有一定的厚度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整体的调味都很好。算还 OK， 就 OK。蛮有嚼劲的。500碗是由平面媒体伫2023年创立全台小吃新指南，后袂少人叫这是台湾版的米其林必比登。今年已经是第3届，有50位评审选出心目中值得食的台湾小吃。这届全台有462间入选，其中有15间已经是连续3届入选，实力员工是真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